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德基水库的水位漏破着5%，讲敢若剩有够用28天尔。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到南投德山的山坪顶的地区来看这个地叶损害的状况。农民讲，长时间无落雨，这个地叶无法度补新意，影响着收成。这个采收量减3成到4成。德山甲鹿谷所有的地农总共加起来的损失大约是2亿5千万。南投德山种地米的所在，乌龙地叶拢冷去啊！金泉地园虽然有水咧压，不过压的水无够，互地米发个真歹看。你看，参差不齐，参差不齐。地叶发个真歹看，冬季无落雨，嘛互生意补袂使出来，互农民拢真无奈。靠天吃饭的，完全没有水源了，拢打起啊！地农讲，满年量减3、4成。农委会会来宣布这些地区符合天然现金灾救助。那10天内就可以来申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看德山地叶化的情形，发现农损确实真严重，要开放德山含鹿谷的地农申请补助。欠水愈严重的各台中德基水库欠水率港存4.6%。德基水库水一天比一天少，规条大甲溪拢变干呢。水果长去收的，长欠水，望咱的施工兵吼，会当赶紧来落雨吼。农民徛伫咧真悬的所在，看南无溪万滩水量港存1/6，欢迎决定来举办季后发会。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公示停山呢？目前我们没有规划这样的一个方案。台中苗栗共5停2，限水敢会变做共4天停3天，民众拢真烦恼。水利署讲暂时无这个计划，不过嘛是会来看用水情形，再来看敢有需要改政策。